大家好，我係九龍豪宅 Catherine 哥，今日為大家介紹就係何文田街低密度住宅康苑。依家我哋一齊嚟望下。喺何文田街轉上去何文田山道呢，就會見到呢一排低密度嘅住宅。今次呢，就係介紹康苑呢一個1956年落成嘅物業，總共提供30個單位。呢一個單位實用面積係有1141尺。入門口呢，已經係見到業主係做咗個 petition， 可以做一個玄關位。跟住我哋而家睇緊呢，就係飯客廳嘅位置。飯客廳就係成 L 型嘅設計，間隔分明。單位呢係附設呢一個露台嘅，依家就係從呢一個露台可以望到出去呢，主要就係望返何文田山道嘅翠綠遠景，同埋何文田街一帶嘅遠流景。飯廳隔離呢就有一間睡房嘅，呢一個睡房呢可以當作為家庭娛樂室。單位呢就係屬於3房2套嘅間隔。依家呢我哋就係望緊主人房，房間景觀係望返何文田山道一帶嘅遠景。主人房面積呢都相當實用嘅。主人房浴室四正實用，採用奇鋼嘅設計。再行慢條走廊呢，依家就係望第2間嘅小套房。呢一個小套房呢都有一個洗手間。客廁嘅位置就係喺走廊嘅最前方。依家就係睇埋廚房啦。廚房面積相當實用，已經係預留咗位置擺雪櫃同埋洗衣機。另外一邊呢就做晒櫥櫃，提供咗基本嘅煮食爐具。而廚房裏邊呢仲有一個工人房。今日就睇到呢一度啦，多謝晒大家睇我嘅影片。中意嘅話就記得讚好、分享同訂閱我頻道。下條片見，拜拜。